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来到另外一个主日，感谢上帝保守咱这礼拜当中伫各方面的帮助，无论伫物质上还是心灵上，来帮助咱安慰咱感谢的。咱知影这个病毒这款的病也未完全消失，也未完全无去。虽然最近一个月来，逐日有所减少，昨日已经到300几个人，一日内面全国有300几个人，有25个人过身。虽然减少真多，但是仍然存在。咱还阁毋知影这个新的病毒出现啊无，咱只有靠主，咱祈祷求神保守咱，也帮助怀伫苦难当中的兄弟姊妹，也有跩百姓人，互因伫这个苦难当中，有法通信靠主耶稣做因的救主，也得到上帝的帮助。特别疏导跩政府负责人伫咧负责跩病毒的代志的跩，互因智慧聪明能来帮助百姓来渡过难关。咱也感谢主，看起最近跩商店。特别是餐馆已经开放真多有用一间餐馆用的50%50%的人有法通入去遐用餐，所以咱为着安尼来感谢主，互这个社会搁较侪人有工作通做，有生意通做来恢复正常。咱将这来仰望上帝。今仔咱也借着神的话语来安慰，互咱亮光，互咱靠主的话语来奔跑水面的道路。咱这个是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虽然阮信靠主耶稣，阮灵魂得救，有永生的盼望，将来的盼望，但是阮仍然活伫这个世上，也佫有真侪罪恶，各款的病困，各款的灾难会临到这个世上。但是阮仰望主，倚靠主，求上帝互阮开力，互阮灵内面的力量，阮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阮也知影上帝，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阮会通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况下面，阮会顶来到上帝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伫人面蒙恩惠，来做随时的帮助，互阮这个发生的手发软的骹能够有法通搁夹起来，有法通向前行路。求上帝赐阮力量。主啊，阮为着主咱兄弟姊妹，有也搁伫病痛当中，求上帝你也保守因，互伊早日来恢复健康，有法通出来做工来过正常的生活。求主你甲因同在。上帝，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勉励阮，互阮有信心，因为你的话语是阮脚前的灯，也是阮路顶的光。阮求主，你来一路来引带，一直来到见主的面。阮安尼交托你，祈祷是奉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深信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的经验里真实。耶稣耶稣宝贵耶稣，赐我恩更信靠你。信靠耶稣何等甜美，只要信靠主宝血，只要凭着单纯信心，能洗罪污白如雪。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的经验里真实。耶稣耶稣宝贵耶稣，赐我恩更信靠你。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罪无自我全离弃，从主里受一切恩惠，生命喜乐享安息。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的经验里真实。耶稣耶稣宝贵耶稣，赐我恩更信靠你。信靠耶稣何等快乐，他是我救主良友，深知他必与我同行，从今时直到永远。耶稣耶稣何等可靠，我的经验里真实。耶稣耶稣宝贵耶稣，赐我恩更信靠你。各位兄弟姊妹，毋知恁有爱向的体育运动啊无啊？咱知体育运动有真侪款，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真侪款的跑步、行路各款的运动我知影咱教会有一个少年的姊妹每一礼拜甲伊的老爸对轮椅打行到 Culture Center 遐，伊的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来回就是10公里左右咯。所以运动对人的健康真好，但是可能伫疫情来的时节，可能取消这款的运动，暂时我咧想如果若是有人还是你有机会代表这个国家还是本国去参加这个国际的长跑马拉松的比赛，如果你伫走到半中长的时节、半路的时节去摔倒，交跋倒，还是互人争倒，因为咧走马拉松的也侪人那你是毋是伫即款受伤的情形下面，你就放弃半路取消迄款的比赛咯，就倒来咯？还是你会继续忍痛忍的继续向头前走，一直走到最后的路程呢？有人讲咱人生亲像咧行船人生如行舟有时会起大风大涌，有时会平静
所当大风涌来的时阵，一当阵起起落落，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人生也是亲像咧行山路也是有起起落落，有时会拄着各种的困难。如果咱若坚持到最后的时阵，咱这个人伫这困难当中坚持落去，靠信心，靠主的恩典继续落去咱最后的就是得胜。但是有的人袂法通忍受痛苦，就半路这样放弃，甚至放弃生存的机会。伊即款的情形就真无好了所以求主怜悯咱做神的行里来奔跑这个人生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的时阵，特别的需要主的恩典甲力量来陪伴咱行完人生的道路。今仔日的题目是叫做用坚定的信心还是坚持信心到底？Perseverance in the faith。圣经节是记载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圣经安尼讲我先读一篇圣经，然后将这个经节内面的一个特别的诗句解释，逐一个来解释。圣经安尼讲，咱既然有遮多的见证人，亲像云彩围着咱，就着放落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来填了咱的罪，专心忍耐奔伫迄个排伫咱头前的路程，来仰望为咱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伊因着迄个排伫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受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伫神宝座的右边就是正边。圣经头一句伊讲咱既然有遮多的见证人，第12章无讲到这见证人是谁但是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有讲到一下见证人，因为希伯来书第11章是讲到信心，12章是讲到仰望盼望第13章是讲到爱。那么这个11章讲到这人物这见证人是指谁就是指怀为着辛苦上帝来行信心的道路，这信心的为人，还是信心的见证人。圣经讲讲说，咱既然有遮多的见证人到底这见证人是谁是咧指什么人原来即个讲的这个见证人就是11章当中旧约时代讲到在信心的见证人，还是信心的英雄人物，亲像拿亚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以撒、雅各的信心、阿伯、以诺的信心、约瑟、摩西、基甸、大卫、撒母耳甲众先知在信心的人物等等。那在信心的见证人在信心的英雄人物家己咧干哪只？咧听候上呢？因已经过去了，已经无伫咧咯，已经过身咯。来到这个新约的时代因在信心的人物伫
伫旧约的跩信心人物啊，伫咧听候新约的信徒哦。咱亲像现在你信主了，我信主了，来听候咱跩真侪的信徒，无论咱分散伫世界什么角落，只要因是信主耶稣做因的救主啊，伫世界上啊继续咧生活存留的时节哈。那么因有一日啊时间啊适合的时节啊，主第二次降临的时节，因跩旧约的信徒叫新约的信徒嚟加入来啊，成做完全的啊来进入啊这个主中之的这个会所啊，来组织伫这个总会内面，就是组织伫上帝的国度内面的啊。所以咱现在哈，在见证人是旧约的见证人，咱现在吼伫咧行信心的道路，新约信心的道路。啊，圣经安尼讲吼，咱既然有遮做的见证人，亲像云彩威慑着咱，就着放落逐款的重担，脱去容易甜咱的罪，专心吞忍忍耐，奔跑伫迄排伫咱头前的路程。直到讲到云彩，云彩吼，伫旧约的希腊人吼，希腊文当中啊，常常将真侪人吼来形容说是云彩啊。多数的人啊，真侪人聚集做一个，亲像云彩。有时咱看天哦，有真侪云彩哦，聚集做一个哈，聚集做一个。所以这个云彩是代表真侪人聚集的时阵的意思。啊，直到讲到能力围着，这个围着，安尼围咧是啥物意思啊？啊，写圣经的人啊，这个圣经的作者啊，将这个咱基督徒吼，咧行天路啊的时阵啊，来用这个罗马啊运动场吼，运动的情形啊，来描写咱今仔日的这信徒啊，就是说来做围着的吼，伫四周围看台顶面的做观众啊，就。在观众哩就坐伫运动场的四周围来看在运动员的比赛。而在运动员啊，就是咱现在在新约的信徒哈，正伫咧赛跑啊，伫咧奔跑天路啊，来伫这个赛场顶面啊，伫咧生活，伫咧做人或者正在信徒正受到各款的困难甲磨练。啊，甲生活的见证，啊，因伫遐咧观看，咱现在的信徒，就是在旧约的信心人物啊，已经靠信心来过日子啊，来荣耀上帝的名，吼，在旧约的信心的人物，哦，伫咧观看咱现在的人要怎样过这个信心的道路。啊，来行这条信心的道路的时阵，所以因在旧约人伫四周围围设咧观看，啊，咱也是咧做一个见证人，啊，说落去讲到放落各款的重担，咱知影咧比赛在运动啊比赛的人啊，佮将身顶啊在重担咯，在十里喙的物件吼，甲你吞塞。因为咱有跩重担，跩无应该摕伫咱身顶的，当咱来填咱的时阵哦，咱就无会自由，哦，无法通自由行动，啊，无法通轻松的来奔跑在道路，会影响比赛啊，的成绩咯，啊，会将咱拖慢去咯。所以这个放落各款的重担，照样。咱今仔日信主啊，咱在基督徒啊，活伫这个世上，也是着放落一家啊，妨碍咱信心、行信心道路诶，在重担甲放落啊，亲像圣经所讲诶，咱在有在思虑咯，在忧愁咯、挂虑咯
跩钱财啊、贪财咯，跩宴乐咯、贪恋世俗的跩物件哦，就甲因放杀。咱像主耶稣伫路加福音你讲到跩夜情子的时阵伊讲凡落伫欺骗内，就是人听了道理行开以后去今生的思虑跩忧愁思虑，甲钱财宴乐，甲你越掉，甲越咧，甲你缺咧，就无法通结出成熟的果子来咯，还是子粒来咯，所以即搭甲咱讲，咱着脱去，着放落跩重担，特别是跩犯罪的代志，那么古希腊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大部分是男子伫咧比赛。那男子咧比赛，因为着要走紧一定着将跩衫裤烫湿，跩重担烫湿，才方便伫咧运动方便伫咧走，才会走赢。所以古早时这个奥林匹克因伫咧运动的时阵只有男的无欢迎跩女的来参加，因为跩男子咧比赛，计是无穿衫裤伫咧比赛。是因拢是裸体的比赛。那么这个容易甜咱的物件是啥物呢？就是跩伫咱身顶穿的跩长的衫咯，跩无互咱自由的跩物件甲你烫湿所以才减轻跩重担。所以咱今仔日信主的人，任何会做较歹的习惯，所以犯罪的代志拢着甲因放杀，才袂妨碍咱信心的道路，才袂妨碍咱前进。说落去，古时你说专心忍耐。什么是专心忍耐？就是表明神互咱指定的这个路程是。毋是低路的，是长中途的，所以若要行长途的，一定着有气，着有力，无跩重担伫咧甜咱，所以指定咱是着行长跑long distance，所以信徒的一生咱着顺服上帝圣灵的引带，放落各款的重担，脱离了跩做的代志。互咱用信心前进轻重相顶伊个来忍耐，用忍耐的心来奔跑排伫咱头前的路程咱的目标是啥物呢？咱的目标就是咱的主耶稣，就是坐伫神宝座正旁的主耶稣基督咱咧奔跑的时阵，就向主耶稣奔跑。所以圣经第2节搁再安尼讲，伊讲仰望为咱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伊因着摆伫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在受辱在减少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坐伫神宝座的正旁右旁。即搭讲仰望，仰是意思就是注目，伊就是定睛，将咱的目睭咱哩定看调伫耶稣的身顶咱的目睭着仰望咱在意思是说，咱在信徒咧行天路的时阵咱的目睭着仰望，着定睛，迄个目睭注意专一伫咱头前奔跑伫咱头前的路程就是咱着对开始到路尾着专心目睭来仰望耶稣
就亲像比赛的人注意力就集中，毋通东看西看看到路边有一朵花较水走去甲挽者去批者，毋是安尼的情形，应该着专一的心来仰望耶稣，一直来到行到最后，信心则不致摇动为咱的信心原文无这个咱的意思，这两字这个信心是指11章怀信心的影响人物因的信心，就显出因的信心来。所以咱要行信心的道路，就需要有信心因也是咱的朋友创始成终是指主耶稣是咱的元帅是头，是咱的 leader 表明主耶稣毋单是咱信心的开始信心的源头咱信主是因着信心咱行伫信主了后，咱行伫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顶面，也是着靠信心，一直行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到终点所以耶稣是咱信心的源头的开始，也是咱信心的领导者，行到最后，就需要伊、倚靠伊、信靠伊因为伊排伫因为主耶稣伊也是行伫咱的头前，向咱来显明，伊是怎样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伊是怎样用信心来行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成终的意思就是主耶稣用家己伫地顶的一生来显明了，伊是完全的信心、完美的信心伊就专一的来行伫上帝所指示伊的道路，甲伊的责任。那么伊讲排伫前面的喜乐，就是主耶稣因为头前有喜乐，伊才忍受伫这个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要做成这个福音的成就所以伊就怎样呢？对开始到了因为排伫前面的喜乐，因为真侪人因着伊为人类来牺牲伫十字架，真侪人来相信伊得到生命，也因着主耶稣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行来做。一直行到路程，到最后有伫迄个荣华上帝迄个荣耀内面，坐伫上帝的宝座的正边，小甲上帝永远同在，迄款的喜乐。因为头前有一个宝座，上帝宝座迄个喜乐，伊就看见目睭前在苦难，在别人怎啊对待伊，怎样侮辱伊。咱做神的囝儿也是同款，因为咱将来有一个永远的快乐，甲永远的盼望，甲荣耀的时节咱就看见咱伫地顶生活顶面所拄着各种的困难轻看这个见效，主耶稣为着咱顶十字架，第迄个十字架，迄个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最大的羞辱的这个死刑的方式因将这个十字架来为着要刑罚为犯大罪的人，所以就用这个十字架的见效这个十字架就是一款最大的刑罚，也是最大见效的死刑的方式。所以主耶稣就照神的旨意，为着咱众人的罪，被钉死伫这个十字架顶忍受了痛苦、甲减少、到羞辱就羞辱。所以耶稣就行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不容易。我读嘅这个真感动人的这个运动员的故事有一个人叫做 John Stephen
奥瓦里，伊是这个산타尼亚的人산타尼亚伊代表因个国家，伫非洲的这个国家，伫1968年，伊代表伊个国家来参加墨西哥的奥运会，就是 Olympic， 迄个马拉松就是 marathon， 就是长途赛跑的迄款的项目啊。当伊行到第19公里的时阵啊，走到19公里的时阵，他土边头的一家人滑倒啊，所以是摔落去涂骹咧，哇，骹头虎着重伤啊，袂啥惊流真侪血可能骨头也是有受伤啊。伊的这个手伊这个凸轮手骨凸轮袂血袂等等是非常的痛苦啊。所以伊爬起来了后忍受痛苦，一步一步安尼忍痛直行，慢慢行，一步一步行，行到下晡4:30的时阵啊，回参加比赛人了咯，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咯。所以因就伫5:30的时阵，在负责人就讲出来咧颁发的奖品金牌、银牌、铜牌走去伫顶面咧赏因在奖牌。这颁发奖牌了的时阵伊就宣布说恁在伫半路伫咧做服务的有对咧互人啉酒、啉水的还是擦手棍的担棍的是各款的服务人，恁在已经散去，因为结束了比赛了咯在伫边头在观众也是一个倒去了离开了。到6:30的时阵因就在开始在服务员开始就撤离了所以沿路有三两的在人沿路咧看闹热的看赛跑的，伫半路顶有真侪也是个人倒去了。但是过无偌久一项互人食惊的这个消息传来，伊讲也有一个人这个选手这个运动员也搁伫咧走咧，走袂到咧这个人到底是啥就是这个叫做奥瓦里的这个坦桑尼亚的选手，也搁一步直切，一步直忍痛伫遐直漫步伫咧行，真痛苦伫行。边头忽然间出现一个记者就问的伊说某人既然你都知影袂赢咯你干那搁拼命伫咧走开始这个运动员都咧听咯慢慢行，佮走几步，伊才回答迄个记者的话。伊所回答的话感动真侪人。伊讲我的祖国将我对这个7000英里的所在派我来参加这个运动来到遮，毋是要叫我开始比赛，开始的时阵比赛，乃是叫我来是要走了这个比赛将这个比赛一直到完成到结束为止行到终点为止哇！当伊的这款的这句话讲出来，真侪人受感动，去播送出去真侪人搁再来咯，哇！来看闹热咯，有这款的运动员专建立的信心行到尾所以有的人看闹热。当7点到暗暝7点的时阵，警察车警车搁伫后前伫咧开路。伊来一步切行到运动场内面本来这个运动场已经禁了咯，这个是这个运动入来加再开真侪人伫遐拍扑伫咧学咯，伫咧庆祝这是一个运动员的英雄伊忍受了真侪艰苦，最后
行到路尾。虽然伊无得到头名、二名、三名，无啥物金牌、银牌、铜牌，啥物牌拢无，因为伊是最后一个行到运动场的，已经经过偌侪点钟了，已经行到4点钟、4点半钟的时间咯。所以伊的内裤路行到的是最后，就是行到4点半才到场，伊的名次毋是第1名、第2名、第3名，也毋是第50名、第60名，因为参加的人是75个人，所以伊的名次就是第75名。所有的运动员伊是排第75名。虽然伊无得到这奖牌，但是伊得到的这掌声、拍手声、甲欢呼的声，比怀得到头2、3名金牌、银牌、铜牌的怀人的掌声搁较多、搁较热烈。真侪人真喜爱、真佩服伊，因为伊忍耐到底行完伊的路程。这个瓦卡里这个卡瓦里，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人，虽然伊无得到名，但是对咱基督徒来讲互咱一个真好的功课。咱伫人生的道路顶面咱伫12架道路顶面虽然会拄着各款的困难灾难、痛苦、忧伤、失志，但是因忍耐到底，才亲像圣经所讲的忍受受辱、痛苦、轻看在受辱减少忍耐专心忍耐到底，来行了伊的路程。伊无咱信主的人无行完那伫这个12架顶的道路，那放弃行无了是非常的可惜可能有的人半路已经无爱惜伊的生命了，可能行一条无应该行的路，但是还忍受各款的痛苦、忧愁、甲受辱的，行到底苦主的恩典甲力量，行到底的人，将来得到赏赐。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应该着向旧约的怀的信心的英雄学习，向这位这个运动员学习，更加着向主耶稣来学习，因为耶稣为着要做成这个救赎的大功，为着要拯救咱世间人，伊忍受这12架的受辱，甲各款的痛苦，最终行了上帝叫伊要行的旨意道路，就是12架道路，就是拯救世间人的这个救赎的道路。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抑个虽然是信主，抑个行伫这个世间的路途顶面咱着思想，咱对旧年到即阵咱的主题就是救赎的故事，上帝救赎的故事，就是福音的故事。咱对旧约一定讲到今仔日，已经行到路尾站了。当主耶稣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了后，也真侪人行伫这个12架的道路顶面，因为才得救了。因将来有一个叫旧约的在信徒要合作一下，伫上帝的国度内面那么咱听到这信息了后，咱有啥物回应？
头一项，咱是毋是着感谢上帝的救恩，为咱预备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身来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互咱有法通相信，得到永生，得到将来的荣耀甲盼望。第二项，咱现在还佫活伫这个世上的时阵，来听候主耶稣佫在第二次降临的时阵，咱这个一阵活伫世上的时间，咱就省察咱本身，省察什么呢？亲像咱圣经内面所讲的，咱是毋是有放落各款的重担？第二项，咱是毋是有脱离了这罪过？咱今是信主也搁咧犯这罪吗？是毋是应该着脱离咯？你有还无脱离？第三，咱是毋是伫奔跑这个天路的时阵，来仰望为咱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还是咱无专心伫仰望耶稣基督呢？咱是毋是伫这个世界中，甲社会顶面来过这个同流合污的生活？什么叫做同流合污啊？就是咱像一条暗淡的溪各款的本色咱是其中一个本色，伫这个社会的洪流当中，叫这个罪恶伫这个时间顶面伫这个社会顶面叫行上款的道路，同流合污，也是因做的代志，咱向因学习呢。上帝要叫咱属神的行义的人，就加分别善恶，分别为圣，荣耀主的名。咱就加分别为圣的生活，毋是叫世俗人加迄款的同流合污的生活。求主帮助咱。佫说落去，就是咱如何咧善用咱的生命，叫教会的兄弟姊妹用神所赏赐的这恩赐、属灵的恩赐来服侍神，一直到行完人生的道路，到见主的面的日子呢。求上帝赐予咱开力来帮助咱，一直行完这12架的道路。咱三个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阮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互阮看起伫旧约的怀圣徒，因怎样伫各款的患难当中仰望上帝，行完这个信心的道路。虽然上帝永远的赏赐，叫迄个永远的国度也未临到，乃是咧听候新约的在信徒，也是行完信心的道路，到主耶稣面前伫宝座前，跟合作一下，有上帝永远的同在，有主甲咱永远同在，迄个属天的国度内面。你叫旧约的信徒合作一下，来享受上帝的丰盛，叫永远的荣耀呢？求上帝帮助，赐予阮力量，赐予阮教育的稳定，来行完这12架的道路。我让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